莲花生大师，藏族人尊称其为咕噜仁波切，意思是尊贵的上师。莲花生大师出生在印度西方的乌丈那国，现在的阿富汗一带。有一天，有位大臣看到湖中长出了很多莲花，莲花上还有一个奇特殊胜的孩子，就告诉了国王。国王一见这孩子就很喜欢，收为太子。公元755年，信奉佛教的赤松德赞为了在西藏弘扬佛法，派专使去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，在雅鲁藏布江边与赤松德赞会面。传说莲花生大师作礼时，竟然手中喷出火焰，众人见了，立刻向莲花生大师行了五体投地的大礼。莲花生大师就以此高超的神通摄服藏人，并且建立佛教寺庙，传授佛法，使佛教在西藏生根发芽。就这样，莲花生大师成为藏密的创始人，被藏族人称为第二佛陀。莲花生大师，藏族人尊称其为咕噜仁波切，意思是尊贵的上师。莲花生大师出生在印度西方的乌丈那国，现在的阿富汗一带。有一天，有位大臣看到湖中长出了很多莲花，莲花上还有一个奇特殊胜的孩子，就告诉了国王。国王一见这孩子就很喜欢，收为太子。公元755年，信奉佛教的赤松德赞为了在西藏弘扬佛法，派专使去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，在雅鲁藏布江边与赤松德赞会面。传说莲花生大师作礼时，竟然手中喷出火焰，众人见了，立刻向莲花生大师行了五体投地的大礼。莲花生大师就以此高超的神通摄服藏人，并且建立佛教寺庙，传授佛法，使佛教在西藏生根发芽。就这样，莲花生大师成为藏密的创始人，被藏族人称为第二佛陀。莲花生大师，藏族人尊称其为咕噜仁波切，意思是尊贵的上师。莲花生大师出生在印度西方的乌丈那国，现在的阿富汗一带。有一天，有位大臣看到湖中长出了很多莲花，莲花上还有一个奇特殊胜的孩子，就告诉了国王。国王一见这孩子就很喜欢，收为太子。